先过去是有积德做善事，还有我们累世的修行，这一次成愿而来。当然还有我们的佛缘以及根基具足，今天我们才能够顺利得到道。那其实，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的说，天雨虽大，难论无根之草。那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说，我们是想的话，如果说一个没有根源的草，那就算说天上的雨水再大的话，那天上的雨水没办法去滋润到它，这个根草也没办法生长以及生存嘛。那今天他有说佛门虽广，难度无缘之人嘛。那现在我们虽然是大道普传、名师降世的年代，虽然这个道已经普传到全世界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善因缘具足的话，今天我们要得到道的机会也很难啊。那因为佛经里面有记载说，佛门虽广，难度无缘之人啊。佛门虽广，亦难不度。哪三不度呢？第一个就是说无缘者不度，第二个就是说无信者不度，第三个就是无利愿者不度。那各位前贤就会想说啊，佛菩萨很慈悲啊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度化他们呢？因为啊，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善因缘具足，所以呢，就算仙佛菩萨要度他们也很难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后学来跟大家做个补充，什么是无缘者不度呢？通常啊，我们在说一个人佛缘很好嘛，然后根基很好，其实我们从这个人啊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人，这个人他都时时都常存着一颗善良的心、慈悲的心嘛。像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有一个菩萨的心肠啊，所以他等到善因缘具足，他自然能够逢贵人，而贵人自然能够引他进佛堂，他自然能够欢喜来听闻佛法，他自然能够顺利得到道啊。那后学在说的善因缘具足，就是在说大道普传、名师降世的年代。像现在我们是三期末节嘛，那也就是大道普传的时候。那我们师尊师母两位导发人，他应了这个天时以及时机，所以他来道庄下凡来传道。那当然，我们还要得这人生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去修道呢？那要怎么来求道？更别说要来修道。当然，还有我们要生在中华生，而不是生在一个很遥远的国家，或是伊索比亚落难的国家。这样子，我们要得到道的机会就很难。当然，还有我们祖德护庇着我们，还有我们累世的修行，这一世成愿而来。所以等到我们这些善因缘具足，我们自然能够顺利得到道。那如果说各位前贤啊，想要顺利得到道的话，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些善因缘具足，我们要怎么能够得到道呢？其实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常常多做善事，多与人结善缘嘛。那就是心想好事，口说好话，身体做好事呢，多种善缘，自然我们能够逢贵人啊，贵人就会引我们进门，自然我们就欢喜来听佛理，也能够得到道。那这是后学在说的无缘者不度的原因。那第二个就是在说无信者不度嘛。什么是无信者不度呢？如果啊，各位贤贤们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求道可以了脱生死，求道可以改变命运。那跟你说了那么多求道的好处，可是呢，你们还是一样不相信求道的好处。那后学跟你说再多，你们也不会来到佛堂来求道啊。那后学在说求的这个道，这个道是什么呢？这个道啊，就是圣经里面在说的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。我就是生命啊！
那圣经里面在说的这个我是在说谁呢？当然，这个我就是在说我灵性的真我，也是在说我这个肉体的假我。我这个肉体的假我是会生住意念，也就是说我会生在这个地球上嘛。那我住在台湾，那我这个身体呢会随着时间而老化而来改变，所以我这个身体我是会生老病死。那我也有我的灵性，这个真我是在说我的良心本性啊。我这个良心本性它是不会随着时空的变迁而来改变，因为它是真理呀、它是真实的。那或许在说，如果说我们不相信这个道的存在时，那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我们做人的根本啊。那我们做人的根本就是丧失了我们良心本性，那我们就是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仁义道德。我们来试想一下，如果说花草树木如果没有根的话，这个花草树木怎么生长及生存呢？那何况说我们今天来做人，我们灵敏本性是来自于上天给予我们的，是我们良心本性啊。如果我们丧失了这些良心本性的话，我们就好像是一台火车嘛，行驶在轨道。那如果说我们脱了轨道的话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呢？那如果说你们还是不相信说求道可以了脱生死，可以改变命运的话，就算说有仙佛要去度你们，也很难啊。那如果说今天各位贤贤来到佛堂，只是因为人情因素，朋友约你来，你可能认为说我来这边烧香拜拜，求个平安而已。他可能说你不了解这个道的至尊之贵在哪里，可能你今天来到佛堂，只是跟佛结善缘而已。那下次要再约你来佛堂的学习的话，这个机会就很难。那么各位贤贤，那今天是不是与佛只是有缘无分呢？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惜呢？那更可惜的是说，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到佛堂来求道了，可是或许跟你说了很多求道的好处，但是你听了听以后，你还是不相信这个道的存在时，那么下次或许要再次约你来到佛堂来学习，那你就不会来到佛堂来听班嘛，那你就不能去感受到讲师讲的真理。当你没有听到讲师讲的真理，你就没办法去体会，没办法去体会，你就没办法开启智慧啊。没办法开启智慧，你就没办法转动心念跟改变我们的命运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只是来求道，而没有来修道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惜呢？所以啊，因为如果说我们不相信这个道的存在时，我们就好像是，就算仙佛菩萨要度你来，也很难啊，并不是说佛菩萨不慈悲不度你们来，这就是无信者不度的原因啊。那第三个就是无利乐者不度。那各位贤贤，刚刚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到佛堂来求道？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跪在佛桌前，向黎明上帝立下10条大愿呢？那各位贤贤，请不要如此恐慌，觉得说我们在发重视。其实啊，我们立下这个愿啊，是我们人人本具足的原心。什么是原心呢？就是我们发自我们内心的慈悲心，以及我们怜悯心、我们的亲近心啊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发自我们内心，我们真心想要接引众生、度化众生啊，也是我们发自我们的真心想要帮助兄弟姐妹来自信解脱，来了脱生死。所以呢，我们立下这个愿啊，它是一种力量，它也是我们勇气的行动力啊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立下这个愿的话，那么我们会口说佛话吗？身体会做佛事吗？那么我们脚步会朝着圣贤仙佛去学习吗？对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立的这个愿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功课表，也是我们朝着圣贤仙佛的理想目标来学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立的这个愿啊，当我们立这个愿越大，那我们的
当我们这个立这个愿越大，我们这个力量就越大，力量越大呢，成就就越大。当然，我们所发的心要真、要诚、要广啊。像过去仙佛菩萨们，他们都是立了愿才成仙佛啊。比如说南海普佛，他立下12条大愿，他有一条是说不度尽天下众生，誓不成佛啊。那你看现在天下众生未度尽嘛，他是不是一样闻声救苦来闻声来救苦？他是不是一样成仙佛呢？那像地藏古佛，他立下72条大愿，他有说他其中有一条说要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那你看现在的地狱是不是一样挤得水泄不通？它一样成仙佛啊。那像我们弥勒祖师，他立下40条大愿，他有一条是说要化娑婆世界为莲花邦嘛。这个娑婆世界就在说，这个世界是个烦恼的世界，是个污浊的世界啊。现在天下众生处于烦恼以及污浊污秽不堪的世界里，但是呢，弥勒祖师他应着这个时机来掌天盘，然后倒卖降火灾。火灾就是我们人人居住的房子啊，那是不是全家可以来修行？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仙佛呢？所以呢，这也是弥勒祖师的宏愿啊。那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想要发心、想要立愿来做这件事情，或是成就这件某件事情时，我们就像个绝缘体一样，仙佛菩萨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感应不到他。像后学有一个同事啊，我跟他相处这半年期间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先听到说他外婆就是癌症啊，然后就是要开刀，但是开完刀以后就是癌细胞扩散嘛，然后就是开刀不成功，可能说他生命啊，可能剩没有多少的日子啊，那就觉得说他蛮可怜的嘛。然后事隔1个月以后呢，就听到他爸爸意外来往生了。昨天人还好好的，早上就往生了。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觉得说他们全家可能有背的共业？那背的这个共业呢，你是不是认为说觉得这个道可以来改变他的命运啊？那在隔半个月以后，他妈妈也是意外的车祸，所幸已经开完刀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然后再隔1个月以后，他就是因为说身体突然出现不适嘛，然后就是因为脚啊长肿瘤，恶性肿瘤，必须要开刀啊。虽然说他已经开刀完没事了，但是当你听到他的遭遇、他的遭遇这样子，我们深深觉得说他需要这个道来改变他的命运，所以我们都请我们的江明的慈悲去成全他。那我们就约一起出来吃饭。那在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聊得相当愉快。他也告诉后学说，他觉得这个道很好。可是呢，到了求道时间时，他告诉我说，他要去台北，因为他准备要开刀了，可能比较没有时间来到佛堂来学习。那如果说他没有来佛堂来学习的话，他可能也没办法来发心，想要立愿做某件事情时，他也没办法去改变他的家运啊。那如果说后学的同事他无心于修道，或是发心立愿时，就算仙佛菩萨要度他也很难啊。可能也是因